已经整整3个月了，一直等着我呢。一点不错。贾老爷，我们甄家跟你有什么过节吗？姓贾，恐怕也是个冒牌货吧。赶快把你身后的甄老爷请出来吧。得不了手，你就来暗的。凭你用得着吗？不过你用这个“暗”字，实在是太吓人了。所以你就弄出个贾老爷来？哎，此言差矣，我可是从两姓旁人手上堂堂正正买来的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苏城的首富从前就应该是我。舍我其谁？试问苏城天下，舍我还有谁呀？舅舅，我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您的声音可从来没有这么高过呀。对，你爹死了，我是怕他在地下听不见呐。甄天业，甄天业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吧。你一闭眼，你的女儿，我的外甥女，就把家给败了。舅舅，那我今天再走走这条曾经是我们甄家，曾经是我甄瑜的街，可以吗？家都败了，你还有这个脸走？按照舅舅的说法，这条街我甄瑜是连走都走不得了。外甥女，我是怕你走在这条街上，会遭千人指万人骂呀。试试，那就请舅舅让一步。不可以。哎呀，身为舅舅，你不要这个脸，我还要这个脸。你少假惺惺的，你有这个资格吗？太有资格了！你把这条街卖了，我又把这条街买回来，我为你，为你爹妈，为你甄家的祖宗列代保全了这个面子。你把整条街卖了，败家败到这个份上，不要说舅舅，就是在场的各位都有资格来教训你呀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对。甄家几百年产业就这样败了，就败在他手上了。要是甄老爷还活着，要被气死！万户千家，千世万代，引以为戒，引以为戒呀！爹，我们回去就是了。也对呀，你爹一死就口口声声说要捍卫甄家的祖业，当这个家，可是家败成这样。小而言之，按照你们甄家的祖训家规，你就应该被逐出家门。大而言之，不要说这条街，就是整个苏城，你恐怕也是永世不得回来呀。家规祖训不能违背，苏城的规矩就更不能坏了。对，把他赶出苏城。呀，你说吧，是你自己走呢，还是让苏城人把你轰出去啊？
听着，别让我的外甥女在这丢人现眼了。是。慢着，查老爷，是我在当着甄家的家，甄家的家规祖训用不着你告诉我。甄家祖训第3条，家之盛衰，关乎积善与饥饿而已。积善者，畜人之孤，周人之急，居家以孝悌，处事以仁术，凡所以济人者是也。饥饿者，欺凌寡弱，引毒良善，巧施奸佞，暗弄聪明，事己之强，克人之才，凡所以欺心者是也。是故，能爱子者宜之以善，不爱子者宜之以恶。古诗云：“无念尔祖，欲修厥德，天理人欲，自宜修行。”查舅舅，你听清楚，这就是甄家的祖训。当年我爹建义庄珍藏书楼，每逢3年开仓计粮，也正是因为我们甄家有祖训在，要积善。我爹是甄家的子孙，可查老爷您呢？巧施奸佞，暗弄聪明，事己之强，克人之才。幸亏你不是甄家的子孙，要不然被逐出苏城的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真是不知羞耻的东西呀！你把甄家败成这样，居然还能站在这儿振振有词。查老爷，查舅舅，你不择手段，你的目的是要成为苏城首富，但是我甄瑜的志向是要让苏城所有的穷孩子都有书念。这不是败家，是积善。来人呐，这是查家的地盘，把他赶出去。查老爷，这也欺人太甚了吧？你是谁呀？叶少，那边绸庄的伙计。哦，这么说是我的伙计，你还有地位跳出来管东家的闲事？路不平有人踩，自古书中云：问何事雄图顿屈，是着眼皆逐当下，又添鹦鹉。你还懂鹦鹉？你不过是一条狗。哼，狗吃了主人的东西，帮定的是主人，可是你连狗都不如，整个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狗和人不同，狗只忠于喂它的人，而人有是非，人是忠于真理。有些人不把人当人，是因为他有几个臭钱，他把人当成了狗，可他连狗都不如。你给我住手！他还是个孩子，他以前是我的伙计。我要打的就是你们家伙计，我打你！朱老进，打进去！能为报，家和训。你住手！我揍你！揍你！念横飞直上，我时还击。住手！诸位乡绅，诸位东家，你见过像查老爷这样连路都不让人走的人吗？在这样的人手下做事，勿宁死！给我住手！你不要打了，要打就打死我！他家里有个生病的老妈妈，觉得为了我，一死就是2条命。这是我的事情，跟你没关系。胡说！怎么会跟我没关系？我甄瑜把一条街都卖了，当真是要做个败家子吗？不，查老爷，我的舅舅为了办学的事情曾经激过我，在这儿我要感谢你。不过，我可不是为了和你赌气。大家都看到了，现在所有的穷孩子都想拼命的多念一些书。这么说，你倒是在救世，要当观世音菩萨。舅舅想，我就把这好事让给你。我这个舅舅，他办学堂，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号，学费是越收越高。现在别说是穷孩子，就是小康之家也上不起。他这是办学吗？这是欺行霸市，做着没有良心的生意。你这是在胡说！我没有胡说。现在，我甄瑜把这一条街都卖了，就是为了办学，希望所有的穷孩子能够上得起学。虽然现在学校刚刚开始，我们只有100多个学生，可
可是100个学生，将来会变成100个老师，100个老师又可以教出几千个学生，几千个学生又可以变成几千个老师，他们又可以教出多少学生呢？几万个、几十万个、几千万个、几万万个，多精彩啊！到了那个时候，穷学生上学吃饭都不用花钱，美国、英国都比不上我们。乡亲们，我懂的道理不多，就这些，但是我知道这是好事，是启民以治，是教育救国。我们甄家在我手上千金散尽，我就是要在这上面找回来。这上对得起祖宗，合乎我们甄家的祖训。乡亲们，我们想想，再过5年、10年，顶多是20年，我们中国强大了，还会有八国联军吗？我们还会怕八国联军吗？他们还敢来欺负我们吗？还有那些小日本，他们还敢在上海闹事吗？不敢了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舅舅，我们之间的争斗是小争，完了。各得其所，各得其所啊！完了，当然完了。也许你觉得是你赢了。各位乡亲，我甄瑜会为了自己的志向而努力，但是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帮助。在这里，甄瑜先谢过各位。叶少，我们走。走，华府。袁少云，你给我站住！怎么就要解雇我吗？谁说要解雇你了？听甄大小姐的口气，好像是在叫唤一个小厮嘛。对不起啊，袁校长，请袁校长转过身来，看着我可以吗？是我甄瑜在跟你讲话，不是天空，也不是云彩。其实，你不是真的不想理我，对不对？其实，你比谁都在乎我们的学堂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不说，我替你说。你在一个小岛上，资助了一个12、13岁的学生上学。你为了攒学生的学费，把自己的古董都给卖了。还有，你还托朋友到上海跟南京去买教科书。这个叶少你认识吧？你答应过他，可以帮他交学费，还可以帮他照顾妈妈，这些我都没有瞎说吧？小云，就是刚才你坐在茶楼上，如果我万一有事的话，你就会冲下来，马上跑上去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。小云，我说的是对的，是不是啊，小云？还想坐摩托车吗？寻找是
最好的报答。原地踏步，走！我要把你送到遥遥天涯。如果心里是最好的牵挂，我的宿命就是找不到家。如果你的敲门是我今生的花前月下，如果我的目光是你回头的悬崖，我理想的窗花，传说中的神话，春天和秋天是季节里的一问一答。先说你爱我吗？哎，你小心呐，快下来！你先说你爱我，你要不那你说爱我就那么难吗？真宇，我在上海睡过几十个女人，从来没有说过这3个字。你回家吧。你走不走？卖报卖报，特大新闻，淫乱真假！来，哎，好，哎这样，哎，卖报卖报，真假淫乱，卖报嘞！卖报，真假淫乱！别看，给我看看，让你别看就别看，我就要看。让开！小云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要看什么？我给你念出来。淫乱真假，天心篇，画尽人间，活春宫。小云，这只是一个标题。只因纵欲，甄家老爷死在儿媳身上。小云，你别念了，别念了。你不是要听吗？听听。青出于蓝，儿子乃祥，爬上了四姨奶奶的雕花床，诉情，就像进了大观园。云小云，你再念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不是你要我不是人吗？你再听听。淫乱之家，欲盖弥彰，要办新学堂。你自己看。小云，你骂吧，骂了，可能心里就会好受一些。我是骂我自己。这下好了吧？你不舍了吧？小云，小云。我承认，我们甄家就是这样丢脸。可是我不是啊，我真的不是。
主山说，云上也不见了。主山说，我去看过，哈雷摩托车在运河边。那人呢？人呢？人还能上哪儿去？笃定是活腻了，投河了。小云一个堂堂大男人，会投河吗？大小姐，我是猜。你刚才明明说的是笃定，我都没活腻，他能活腻吗？小云，小云，你出来啊！我知道你在这里，你出来呀！你出来呀，小云！小云，你不会妥协的，你不会向这个黑暗的社会妥协。更不会向我的错妥协。当时是我不该非要看那张报纸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不理解你的苦心。小鱼，如果你现在不想见我，我尊重你。不过，我会每天在这儿等。我们让过去的一幕过去好吗？小鱼，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等将来有了钱，我们在这儿排一出话剧，一出让全苏城人都无比震撼的话剧。它一定是我们苏城的，是我们中国的，不是外国的。你看你说的多好。我一直向往着那一天，有好多次，我都在梦里梦见我采来天下最美丽、最美丽的花朵，要献给你。小鱼，你在听吗？是的，我知道。我们甄家这样一个家庭，你不喜欢。我有这样一个哥哥，这样一个爹，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家。可是他们是我的亲人，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。我无从选择，也不能舍弃。小鱼，你能理解我吗？小鱼，我知道你在听，对吗？如果你不想听，就当我是在给自己诉说好了，向我自己的灵魂诉说，向着茫茫无边的宇宙诉说。曾经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迷茫过，我困顿过，直到遇见了你，小鱼。你知道，你在我的心中有多重吗？你就像一盏灯，照亮了我，让我不再浑浑噩噩。让我明白了我在这个世界的位置，让我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努力。小鱼，你让我懂得了，不管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，也不管他以前是什么样子，他都可以成为天上最闪亮的那颗星星。小鱼，你也是我的亲人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失去不会孤单，
不会暗淡。小雨，风雨后的彩虹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朱山叔，你出来！小姐，朱山叔，你跟踪我，我刚才说的话，你是不是都听到了？你是为了我好，对吗？那你知不知道，昨天的事情，全城有多少家报纸登了？听说都登了。所有的报纸都登了。是的。走，跟我去扎甲。真鱼，把今天的报纸拿出来。哦。那？我是说报纸。报纸？昨天的。哦。给你。你没登？当然没登，不可能登。我办的不是低级小报。真宇，你为什么要办学校？是为了你的理想，是吗？当然是了。对了，你有你的理想，我也有我的理想。你太小看我了。不错，这份稿件我也收到了，但是他搞错了，搞错地方了。我办的是份真正的报纸，我的报纸的每一个字都要像一把利剑，刺向封建，刺向猥琐，刺向丑恶。不仅如此，我不登这篇文章还有2个原因。首先，新闻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真实性。这篇文章就缺这个。有谁亲眼见过甄家这一切？添油加醋，道听途说，违背了一个记者的良心。真宇，我得提醒你，你得管住吴妈的嘴。谢谢你啊。哦，对了，你刚才说的第2点呢？第2点，不说了。怎么不说了？你还记得我当初同意退婚的时候，我说过我爱你，我要追求你。梁中，刚才的事情我向你道歉，但是我说清楚，我这一生只属于一个人，但那个人不是你。振宇，你根本就不了解。我知道，他在上海滩跟几10个女人睡过觉。不过，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。自从他认识我，他就成了这世界上最优秀的男人。振宇，你是被迷雾遮挡了你清澈明亮的目光。梁中，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不是浪费时间，为了爱情，哪怕是一生，我也愿意。谢谢你，我想我要告辞了。那好吧，那我送送你。进门就问罪，白白冤枉了伟彤，就这么算了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就这么简单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要亲你一下。不行。亲一下手。那也不行。唉，到底是苏城，别说欧洲，就是上海，这是最普通的礼节了。嗯。
到了一股女人的味道。是真鱼？不是真鱼，这里弥漫着一股淫荡的气息。你偷听我跟真鱼的谈话，哼！我这儿不欢迎你这个不速之客。我什么时候就成了不速之客？你那些恬不知耻的事情，我难道不知道吗？张良仲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袁小云清楚。彼此嘛。我警告你，少在这鱼身上动心思。真是好笑，她嫁给你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和真鱼可是娃娃亲。是吗？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他好像早就退婚了。是吗？可是真也说了，让我试试，可以再追吗？有我在这儿，你死了这条心他心里只有我。可是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心里只有你。哼，后来又跟我上床的人有20-30个，你也看见了。我刚才亲真鱼，哎，不能较真啊。咱俩论起来的话，也算是连襟了。张良仲，嘴巴放干净点，要不然怎么样？你会后悔。又来这套营生，你能威胁我的话，我就不叫扎良仲。鱼你是抢不走的，我警告你，别打甄家的主意。那我也告诉你，那是我爹的事儿。少来这套。证据呢？没有证据就是诬陷。是不是诬陷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林小云，我们走着瞧。真漂亮啊！鱼儿可是我的心肝宝贝，你以后可不能亏待她呀。我爱她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舍得亏待她？小云，小云，你们来干什么？谁叫你们来的？当然是有人叫我来的。梁仲呢？他怎么没来？哟，是谁呀？在那儿梁中的？你呀？你怎么把扎家少爷叫起梁中来了？怎么了？我们小时候一起长大，不可以叫吗？哼，你是大少奶奶吧？正好我们要采访你的事儿。胡说！滚！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既然能进来，我们就滚不出去了。谁叫你们来的？看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是不是啊？你又不是孤儿寡母，孤儿寡母又不止你一个。对，你还有乃祥呢。说到乃祥，自然还有个大个子顶着呢。谁是大个子？那还用说？问四姨奶奶不就全知道了？知道，我全都知道。要是我一说出来呀，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
吴妈这张烂嘴，现在谁来替我做这个主啊？哟，来了怎么不先说一声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家里乱糟糟的，让各位见笑了。乱糟糟的才有意思，不乱我们就不来了。谁安排你们来的？当然是，是追踪采访，追踪采访，报纸上面不都已经登了吗？那今天要追谁的踪啊？啊，你看这一大早起来的，大家先润润嗓子吧。竹山叔，对，倒点茶。是。甄小姐，这一大清早的，我们可不是来喝茶的。我当然知道你们不是来喝茶的。甄小姐，针对于昨天那篇文章，你有何见解？啊，我看了1、2句，是问四姨奶奶的事吧？四姨奶奶，全是吴妈胡说。不，谁问你了？先让长辈把话说完。他诬陷我。那就是说，不是所有的人，跟所有的人都没有干系了。对，全是他。各位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家就是这样乱，经常无中生有。吴妈，报纸上四姨奶奶的事情，是你告诉外面的。奶香坐在椅子上，四姨奶奶坐在奶香的腿上，不是我亲眼看到的，难道是我编出来的？吴妈，今天当着众人的面，我真鱼可就不能袒护您了。谁让四姨奶奶打我来着？你再大点声啊！人不伤我，我不伤人；人要伤我，我就伤人。他要是再敢动我一个手指头，我就满世界的嚷出去。可以，哼，你嚷啊！现在报纸上都登出来了，你的嗓子还能有报纸大呀？小姐大了，跟我拿起主子架子来了。我奶大了你，你能对我怎么着？是，吴妈，我是喝你的奶长大的。我能把你怎么着啊？不过，这个甄家你是不能再待了，给他50两银子，让他走吧。可以去嚷了，有的没有的都可以嚷。我不怪你，你为了我一天奶，你就是我的妈。别踹我，我不走！别踹我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！各位，我处理的还公道吧？公道。我怎么老是觉得甄小姐在欲盖弥彰啊？甄小姐有手腕，可我们什么没见过。袁小云呢？袁小云不在，西院里已经找过好多回了。袁小云不在，竹山叔，让桃花姐把大少爷给推出来吧。是。这回你们大家都看到了，这就是淫乱吗？你们看看，他是个傻子。从哪个角度看，甄少爷都不像是个傻子嘛。甄小姐是在做戏吧？都拍了多少遍了？你们拍呀！你们这次怎么不拍照了？这位记者小姐，刚才我哥对你非礼，你可以到法院去告他呀。不，为什么不？证据不是都有了吗？又是一条新闻，还是头条呢？看来他真是心智不全。错，他根本就没有心智，他真是个傻子。可是你们大家却把这一切都当成了新闻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也在城里开了一家报馆。昨天关于甄家的这篇文章，只有他们家的报纸没有登。因为他认为，无论从做人的伦理道德，还是从做记者的职业道德，都要讲人道主义。
哥哥，他是一个病人，他已经病了10几年，他的整个青春岁月，甚至整个人生，都将在这张轮椅上度过。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！可是你们非但不同情他，不怜悯他，还写文章羞辱他、攻击他。我就不相信，作为一个记者，你们就没有一点点的惭愧吗？对不起，甄小姐，看来我们是误会你了。各位应该比我清楚，新闻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事实。我爹已经走了，死无对证。但是假如新闻是捕风捉影、以讹传讹的话，那么我想，新闻是不能代表社会良心的。我们都有爹娘，我们都爱我们的爹娘。假如我们的爹娘在生前真的做错了什么的话，那我们怎么忍心在他们死后一而再再而三的掘棺鞭尸呢？更何况，我爹在世的时候，办公益、捐藏书楼，各位也曾经报道过，也没有少来过呀。各位，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：写这篇文章的人，究竟依据何在？又为什么偏偏在我办学堂这个时候写这样一篇文章呢？难道你们不认为他是别有用心的吗？我想，各位都是代表着苏城进步和文明的新青年。我虽然生在一个旧式的家庭，可是我也是一个有新思想的青年。我之所以和袁晓云办新知学堂，就是希望苏城更多的学生都能够成长为有知识的新青年。各位是会支持我的，对吗？对。甄小姐，对不起，今天给你添麻烦了。是，添麻烦了，对不起。不好意思。我们走吧，走吧。竹山叔，李小云的饭准备好了吗？姐，你自己的饭还没吃呢。啊？我吃过了吧？没有，今天早上竹山叔给你熬的粥，他给你亲自送过去，记者就来了。你忘了？我饿，小云就不饿吗？姐，那你就先吃点。我要和小云一起吃。小云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是我最需要你帮助的时候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坚强，我会努力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我好的。姐，是谁写的？环府觉得袁晓云她是个坏人。坏人？
他不是坏人。甄府的人背后都说他，乃祥的药就是他下的。不可能，袁小云绝不可能下药。如果是他下的，那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。那为什么他对你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？明明跟你好，突然又跟婉月好。还有，姐，你为他把手指头都烧焦了，他却跟你说叫你把脚趾头也烧了。他这个人安的什么心啊？你傻呀，那是气话，你不懂。不，我懂。姐姐为了他把心都掏给他了，可他为什么偏偏躲起来？怀福，其实有些事情我也想不明白。不过，人总有想不明白的事情嘛。比如说，你觉得袁先生他不是好人，那查良中呢？怀福觉得查先生也不是好人。那他为什么还要主动找姐姐，要给学生上英文课和日文课，而且不要工资？反正我说不过你。那是你没道理。再说袁校长吧，他为了让学生上课，不是把自己的古董都卖了吗？我要有，我也早卖了。姐姐，你这还看不出来啊？他是在用这个旧古董做一个大人情呢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凡是跟我交往的人呐，在你眼里都不是好人。就是。好啊，怀福，一丁点大的年纪，心里曲里拐弯的。你说实话，不然我绝不轻饶你。袁校长到底对姐姐好不好？怀福觉得袁校长对姐姐不好，不过好像心里还是好的。姐，你刚才一笑，眼睛好亮啊！怀福，以前姐姐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可是姐姐的眼前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后来我遇到了袁校长，他像一盏灯，照亮了姐姐的眼睛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人和人是可以在刹那之间相知相惜的。可是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过不去的坎儿。姐姐也不知道袁校长心里的坎儿。李秀玲，你这干嘛呢？李秀玲！哎，小心，快下来！快下来！李秀玲！李秀当心啊！现在已经男女同校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女扮男装？于老师，于老师，人家都说抽大烟的人，风吹吹就倒了，你跑得像飞一样的。是的，我就是抽大烟。不是我说的，根本就不是我说的。是上次袁校长在恒荣学堂做演讲的时候，于老师和我外公还有万校长吵架的时候，不是我说的，是我外公说的。我是没事抽一两口，但他不是当真的。齐公公那么说，是他想污蔑我，污蔑我的名声，我们甄家的名声，还有我们学校的名声。要是学校没有了，你的、我的，还有我们大家的理想就实现不了了。但是于老师，你毕竟已经抽了。好，那我戒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我们这里的学生从恒荣学堂过来，就是冲着于老师、袁校长的新学校、新思想。对。彩云，你别哭了，都怪老师刚才太激动了，错怪你了。不是我说的，根本就不是我说的。当然不是你说的了，彩云。其实，老师是应该感谢你的。要不是因为你说出来，老师也没有这个决心要戒掉大烟的。
你看，这是今年上海最时髦的东西了。我知道于老师一直最赶时髦了，这回我没有冤枉你吧？那戴起来吧。啊？哎，彩云，我戴在这儿好吗？不好。姐，你都像一个花痴了。还服？像，真像。于老师真漂亮，真像个乡下的新娘子。漂亮，乡下的也有人抢。哎，于老师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啊？于老师，你怎么不自己当校长呢？对啊，于老师，这学堂是你自己出钱办的。那是因为袁校长的学问比我好，一个是高山，一个是平地，一个是长江，一个是小河，那怎么能比呢？我就说了，就说袁校长学问好。哎，你们不懂，袁小云是姐姐心中的一盏灯。怀服啊！长江小河的，怎么又是一盏灯了？小云，如果你现在就坐在我的对面，我们俩就一起吃。我饿了，我真的饿了，可是我不吃。我不是不吃，因为你不吃，我吃不下。你饿，我就陪你饿着。你吃，我就陪你吃。小云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办学是对的，有千千万万个穷孩子在等待着我们的帮助。在我面前有很多的困难，像一座座的大山拦着，像烟波浩渺的太湖拦着。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需要你来照亮我的前程。小云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听见了吗？姐，你别白费力气了，袁少爷他根本就不在。他在，我能感受到他的气息，他在。哪有？这明显只有没蒸汽的味道。再说了，你千辛万苦的一次又一次的送饭来，为什么他连动都没动过？他不肯出来，是因为他还在生我的气。朱山叔，小云没来，你却来了很久了吧？你出来吧。小姐，云少爷确实不在。姐，朱山叔昨天晚上带人过来，把这边都搜查了个遍。他是袁小云，如果让你们找到了，他还是袁小云吗？朱山叔，我只是让你来送饭，没让你来搜查。小姐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可是既然云少爷不想出来，我们就不要勉强他了。
秀玲，那个叶少，你看见了吧？他每天早上都会在这儿摸螺丝，挣上学的钱，帮他的妈妈治病。他拒绝袁校长还有老师帮他免学费，也不要任何人的帮助。这一点跟你很像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，老师也一样啊。秀玲，你的家住在太湖里，对不对？嗯。这样吧，让你先猜猜，如果老师有不开心的事情，老师会怎么办呢？老师啊，有一个手电筒，这个手电筒很奇怪，是我爹送给我的，美国产的。它照在墙壁上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小熊的笑脸。每当我有不开心的事情，就把手电筒照在墙壁上，那只小熊就会笑着对我说：“真鱼，人总是有好多坎儿要过的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过去就过去了，要开心一些，要快乐一些。慢慢的，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好起来。”秀玲，你喜欢这只小熊吗？嗯，那把这手电筒送给你。好了，下次等袁校长回来排话剧，我一定要他带上你，好不好？秀玲，老师有点累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嗯。走。彩云，我想问问你有关李秀玲的事情。秀玲，我也一直觉得她怪怪的。是啊，明明是女孩子，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？不知道，其实我跟她挺要好的，可是她几乎又从来不跟我说话。真的啊？嗯，有时候我问她问题，她总是写在纸上告诉我怎么做的，就是不用嘴巴跟我说。不管是什么问题，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，她好像动动脚趾头就能做出来的。那她除了读书之外，平常都做些什么呢？这个我不清楚，不过她好像喜欢冒险。他一直在找机会冒险，再冒险。他好像连死都不怕的。为什么会这么说？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去郊游，有好好的路，他就是不走，非要爬陡坡，差点摔下来摔死。那次我差点被他吓晕了，结果他没有摔死，只是受了点轻伤。你说奇怪吧？还有一次，天已经黑了。天还下着好大好大的雨，又打雷又闪电的，我吓都吓死了。可他突然想回家，他家在太湖里，又远又偏僻的，可是他不管不顾的就走了。姐，到了，就是这儿。啊。有人吗？二位，有什么事啊？我是秀玲的舅舅。怎么会这样？她丈夫呢？没丈夫，她被胡匪吴彩刀糟蹋以后，就疯了。什么？原来秀玲是吴菜刀的。哎，小声点，小声点。秀玲一点都不知道。哎，秀玲这孩子
我是把他当男孩来养的。报仇啊！可是他怎么报仇呢？假如有一天他真的报了仇，那不是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吗？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报应，这就是报应啊！这就是我们穷人的命啊！对了，没吓着你吧？实在对不起了。没事。啊，对了，怀佛，这个你先拿着，以后孝林的学费都不用交了。这不行不行，谢谢于老师，上一次袁少爷给过，还没用完呢。袁少爷，是袁小云吗？袁小云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是袁少爷。你跑不掉了！怀佛，怀佛，你干什么？怪不得一天不看见人呢，原来你在这里。是1天1夜，姐，你不让我搜，我就没搜，我在这儿等云少爷。领情了。不过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云少爷既然不愿意，我们就不要勉强。姐。云少爷是你心中的一盏灯，这盏灯现在没了，你的脸成天都是暗的。你们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出去了2天，你还好吗？这2天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，好像比我的生命还长。我还看到了好多好多的事情，都是以前我想都想不到的。你没事吧？你行不行啊？没事吧？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快别哭了！你疼不疼啊？他疼不疼啊？小朋友，他怎么了？我们找蜂蜜吃，却捅了马蜂窝，他的嘴被马蜂蛰了。蜂蜜？马蜂？蜂蜜是甜的，你这也不懂啊？吃，你是饿死鬼投胎啊！都没有吃饱过。对不起，师娘对不起你。那就对不起，别哭了啊，哭。大嫂，这是一点钱，拿着给孩子买点吃的吧。快走，快走，走。姐，我到甄家之前，也从来都没有吃饱过肚子。有一次我肚子饿极了，我就跑去采桑葚吃，结果被人抓住了，差点被打死。可是，如果是别人不允许，那不是偷吗？桑叶是用来喂蚕宝宝的，桑葚一点用都没有。没有用，他们为什么还要打你啊？我也不知道。
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那已经欺骗了我们几千年，禁锢了我们几千年。我们有我们的自由，我们的幸福，这是权利，我们的权利，谁也剥夺不走。我知道你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家庭，但是你的心、你的血、你的生命都是新的。我相信你将会是这个社会上最进步、最了不起的女性。小云，志宇，我终于把话剧写出来了。话剧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个话剧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说过，人为什么要到世界来？为什么要努力？那个是你说的。我说的也只是书上的文字，而你呢，是从心底喷涌而出的。